不要一日咁耐咩 ？Get fresh, get close, get eclipse， 刺激，清新口氣，至到極。好啦，我哋家隻貓 Bobo 咧喺度飲緊水喎，就係有咧喺呢個星盤度喺水喉就咁飲啦。我飲咗好耐嘅佢，睇嚟佢真係好口渴喎。我哋就轉個角度影佢啊！外圍氣氛轉差，港股下晝跌勢加劇，最多跌超過300點，收報19496點，下跌268點，失守10天移動平均線，成交連續第二日唔夠500億。我仲好聽聞就話辭職啦，咁呢方面咧好多哇！飲咗好多水喎你嘅。嗰個喺歐洲扮演嘅角色啦，大家好可能鬧戰啊，咁變咗嚟講咧就整個氣氛都係比較差，同埋 A 股上邊咧都係今日嚟講都係繼續跌咧。你掛條毛巾先等我。都會下試翻下邊18950啊嗰啲位啦。中資金融股拖低大市，工行跌近2%，發次級債嘅財險跌3%。內房股繼續受開徵房產稅困擾，華潤置地同雅居樂跌幅達到半成。全蘋果為富士康直接補貼代工產品，富士康逆市做好，一度重上6蚊，但連升咗3日嘅先至搞笑啊！資源股受壓，中鋁調低鋁價，好啦，飲完未嗰部？半成。內地調低成品油價，油股普遍下跌。內地股市受製造業增長放緩影響，上證綜指數連跌3日。無線電視